观众朋友，大家早，欢迎收看3月28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，我是曹鑫。武汉肺炎伫世界哪边哪严重？美国纽约这周病例将近45000宗，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个。州政府按算疫情会伫3礼拜内拖到上界严重，会起做临时的病院来应对病床无够的问题。也英国这边首相Johnson证实伊得到武汉肺炎。 And on the advice of the chief medical officer, I've taken a test that has come out positive. 英国首相强生透过推特发布家己翕的影片，证实为着武汉肺炎，表示出现小可发烧甲加速，目前正咧自我隔离，会继续透过视讯会议引导英国对抗疫情。 强生也叫做全球第一位确诊武汉肺炎的民选政府领袖。另外，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过不偌久也宣布家己确诊。Upon medical advice, I was tested, and that test has been positive. So I'll be self-isolating here until next Thursday. 根据英国卫生部门统计，英国总确诊人数接近15000例，有超过750人死亡。另外，欧洲疫情上严重，意大利27通报死亡人数，从疫情爆发以来，单一国家单日上悬。 I guariti sono aumentati di 589 e sono in totale 10.950. 意大利新增死亡病例创新高，不过感染率已经开始下降。目前有86000多例，新增加5909例，增加7.4%，比前几个月差不多8%较减少。美国疫情中心纽约州死亡人数破500人，确诊总数接近45000人。州政府预估疫情会伫21天内达到上悬，到时阵需要14万张病床加4万个加护病房床位，比即卖5.3万张病床加3000个加护病房床位较济。州政府已经要求病院确诊容量至少50%，搁伫曼哈顿贾维兹会展中心这所在搭临时病院。 国家主席习近平27号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。特朗普向习近平详细询问了中方有关疫情防控举措，表示美中两国都正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挑战。 中美两国领袖27通电话交流对抗新冠病毒经验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，中美应该团结抗疫，希望美国早日控制疫情。川普强调，中方经验真有启发，也感谢中方提供医疗物资加抗疫药物研发方面的合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目前世界武汉肺炎的病例已经超过58万宗，死亡人数有25000多人。咱来看上新的统计。 中国病例有81000多宗，3292个人因为病症来死亡。台湾昨搁增加15个人诊断确定现时病例计共267宗。香港有518宗，日本有1518例，南韩是9332宗。美国这边已经超过10万人治病，病例是世界第一多的欧洲国家。意大利病例超过86000宗，西班牙超过64000宗，德国。 有5万多宗，法国有32000多宗，英国的病例超过14000宗，也中东国家伊朗有29000多人得到这款病症。咱台湾武汉肺炎的病例伫昨搁增加15宗，这15个患者拢是按国外带病入境，其中有3件是群组感染瓦金小话，现时咱台湾的病例计共267宗。 国内阁新增加15例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，全部拢是境外移入的个案。新增加的个案当中，包括3件群聚事件。第254是去年8月份去美国读册，而且伫今年3月份去找工伫咧美国进前确诊的第218例。伊伫咧入境时阵由机场采检确诊。第257甲第258例伫咧英国读同一间学校共系，2个人小连续转来台湾发病就医确诊。第264例甲第267例是一对翁仔某，2个人3月初去英国办公，嘛小连续伫咧国外发病。3月25入境了后，由机场采检通报确诊。15例的境外移入的案例，好，那基本上大概好都在美国7位，哈，英国6位，好，那还有澳洲1位，菲律宾1位。 因为最近境外移入的个案增加，自3月19开始，所有外国入境的民众都必须配合居家检疫14天。若是确诊个案的接触者，就必须居家隔离14天。疫情指挥中心表示，机场边境采检是第一道防疫关卡，居家检疫甲隔离就是第2道防线。就算讲是要出国去参加丧事，或者是非必要性的就医行为，嘛拢总禁止。若无上济会当罚100万的罚金。
奔上当然有一点点不近人情，不过一奔上的话，那边相关的人也多，事实上也相关也是风险比较高。另外，为了加强防疫，指挥中心嘛修正移港入境的检疫办理办法，对27下晡4点开始，要求所有头家申请新的3个外劳的时阵，除了爱写移港居家检疫计划书以外，嘛要事先经过地方政府的查核了后，才会当予移港来入境。是必须要1人1室，然后要看有没有门禁的管制，以及配备相关的消毒的一个设施。那么检查完成之后，那么这时候才可以让移工进入我国。劳动部表示，移工入境了后，居家检疫14天的生活照顾等等的钱是头家来负担。若是移工居家检疫期间的薪水问题，会当由劳工甲头家来讨论。若是头家无要付，移工嘛会当申请14天的防疫补偿，14000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一名伫马来西亚汇船做事的菲律宾船员，伫3月2日发烧、咳嗽、喘气、吐气困难。咱疾病管制署接到救援的请求，伫昨暗头安排汇船驶入去花莲港，交救护车甲这名患者送去病院。医病署的人员查验这个船员的身份了后，甲患者交救护车送去病院，即时带负压力的隔离病房。救护人员甲介护人员全程拢有穿隔离衫，用上界严格的防护规格，甲菲律宾的船员送去治疗。BBC 报道，英国一队经理伫咱台湾在家检疫观察健康，不过因却大力批评咱台湾的检疫环境过头歹，引起众人的议论。为此，这队经理有甲花莲县卫生局会室的 BBC 嘛，甲这条新闻贴图，也这队经理敢会使领居家检疫的补偿金，恐惊过来讨论。观众朋友，咱台湾受方面的影响，中部100会落准雨，咱来看上新的分度。今仔日受风面甲东北风的影响，北部、东北部因为遮风会落准雨。现时气象局针对台湾14个县市发布大雨的特报，各地头的气温拢有降低。透早北部敢若15度，明仔载受东北风的影响，北部也是凉冷，有关有准雨。清明时间的连续假期特别到地要坐车回乡的民众，若过头坐，恐惊会有病症烧胃挂痢。交通部就要求列车客运这交通场所按4月初1开始，就要甲乘客磅体温。乘客若连续2摆拢超过37度半，站务人员就会劝乘客回厝休困。要入去高铁闸门进前，要先通过红外线摄像仪，连续量2摆下头温度有37度半，或者是第2摆量耳温度38度。站人员对劝导乘客等休困或者是看医生。武汉肺炎疫情一直升悬，高铁公司4月初6开始专门实施旅客量体温。4月底进前会完成全线11个车站，24个集站闸门的红外线体温量测仪安装，提升防疫效能。对于温度超过标准的，我们都会自动有告警的声音。好，那也有自动截取画面的功能。另外，各都服务区工作人员除了加强消毒以外，在台中的清水服务区也关部分入口，未来也阁会设红外线摄像机，只要进出服务站的人，拢按量体温，阁规划伫服务区卖场外口设临时的卖物件所在，加一寡椅仔，互内底进出的人袂遐尼多。来上厕所的其实已经少了大概有70%了，车流量看到的车并不多。人数上的限制的话，原则上目前没有。除了铁公路车站、机场各都服务区，交通部也要求机械中华邮政营业所也按量体温，做好防疫工作。疫情很严重，所以还是要谨慎一点。做一个初步的过滤的话，那当然对其他比较安全的人来讲，当然是一个保障。交通部强调，最近2礼拜是武汉肺炎疫情发展的关键期，因应清明连假交通天条，已经下令铁公路劝导乘客清明连假全面挂催安，也评估车站未布催安，相体已经完成部署3月底进行全线车站点头拢营业。另外，也依传染病防治法规定，若体温量2摆超过37度半，是免在大众运输或者是禁止服务区营业场所这人济所在，也就是讲依法严固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？咱做回来看卖。首先来看联合报，内政部已经正署长陈家钦处理警察的人事案牵涉伪造文书，正式甲陈家钦函送台北地检署。检察官这边以内政部函送的听书无交全做理由退回。内政部表示，政风处会依法进行调查，否认内部有斗争。来看《苹果日报》。英国一对情侣伫咱台湾在家检疫观察健康，不过因说都来批评咱台湾的检疫环境过头歹。咱台湾表明，若这不是事实，虽讲尾手这对情侣有会失礼，不过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认为因损害咱伫国际形象，决定不发防疫的补偿金给这对情侣。上尾是《自由时报》国际劳工组织表示，各国政府为了防疫，下令停止无必要的商业活动了后。世界失业的人数会大大增加，拍算超过1礼拜前按算的2500万人。伫这个月初，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台北法案，美国总统川普第3月26签署通过法案，正式生效，引起中国大的不满，要求美国要改进，若无就要出手反击。美国白宫网站显示，总统川普20日签署台北法案，协助台湾维系邦交，也代表法案正式生效。台北法案根据参众两院通过内容，要强化甲台湾的港法关系，协助台湾参加国际组织，也要增强台美的经贸关系。这是自2018年台湾有宪法了后，美国第一个以台湾为名的国台法展现强烈支持台湾的力度。美国不管是行政部门或是国会。就台湾在国际的参与、这个伙伴的关系以及全球外交的全力支持哦，总统府代表政府跟所有的台湾人民表达由衷的欢迎跟诚挚的感谢。外交部也表示感谢，会继续强化台美港法关系。不过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景松是对台北法案表达强烈抗议，认为严重违反这中国原则、甲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。初步干涉中国内政，表明爱美方纠正错误，袂让实施，若无会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击。就伫台北法案生效了后，美军继续加强伫中国附近的活动，前后派出战略轰炸机载来4只军机飞进台湾，搁伫东海甲南海执行任务。最近军机军舰真侪摆通过台海，时机敏感，引起关心。看起来美军在台湾附近的一个活动，包括训练跟部署，相对比较频繁。那我觉得主要是彰显说，美国希望向这个亚太来展示它是一个西太平洋的强权。那当然也有跟共军这个月跟上个月比较密集的一些远海长航的活动，货币苗头的意思其实非常明显。中国国防部认为这是倡导行为，中国会采取必要措施应对。学者分析，美中的军事拼场无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减弱，台北法案生效了后，是不是应对台湾国际地位有实际提升？学者认为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 （WHA） 台湾是不是会当参加，是观察重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约着伫欧北省的台湾人，拍算伫明仔载甲后日坐中华航空指定的机纸倒转来。毋过有人嫌机票伤贵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，使用者着付费用。毋过嘛会甲航空公司协调来减轻个人的负担。目前也有超800外台湾人放留伫咧欧北，还机会宣布第3批欧北台湾人回国，预计伫咧29、30暗时，坐华航的班机拄上海转来。这2班航班毋是转来台湾的专机，是原本就有的航班，是台湾指定有检疫人员，无甲其他旅客共一台飞联机，采用哪像包机的方式。根据了解，目前已经有差不多要600个人登记，毋过说嘛传出讲机票伤贵。能保护同机乘客的安全，也能保护2300万同胞的安全为考量。至于机票的价格等等，使用者付费。海基会表示，华航提供的介绍是12岁以上人民票2100块，2岁至12岁人民票1700块，2岁以下人民票200块。有立业立委认为讲，会当转来是上要紧的代志，伫咧保护台湾人甲保护台商的状况之下，敢会当变死去做。若是最近民众党一直提出要甲维护保钓陈时中换掉的言论，苏贞昌毋若停到底，蔡总统佮强调讲，防疫顺时钟才会顺。陈时中部长做得非常专业，非常负责，非常好，我们不会换。有些网友说防疫要做得顺时钟，那我要跟大家说，时钟是可以顺着走，而且走得顺，是因为有所有的伙伴都坚守在岗位上。
蔡英文日前早起接见防疫医护人员代表的时阵，感谢卫生部长陈时中任命调度指挥，而且俄罗国内医疗人员伫即届防疫作战当中辛苦拍拼，每一个拢是台湾防疫的英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观众朋友，咱拄则现报早有看到讲，真正有人去检察院检举警政署长陈家钦指控伊任用私人。内政部调查了后，以伪造文书的罪名，甲陈家钦送去台北地检署查办。根据了解，内政部嘛有接到检举陈家钦的批信。调查了后，警方承认为伊有违法，已经函送法办。另外，这条案牵连真济警政署的大官，包括人事主管、署长、秘书等等警官，拢交检调单位来查办咯。按3月19开始，对国外返来的民众拢要伫厝检疫观察健康。不过，要是有人唔守规矩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讲重话咯。遐个唔在家检疫出外四界拍走的人，若互伊抓到，决定当处罚。也台北市府打算4月初3开始使用集中的检疫所来管理着检疫的民众。台北市有一个高中，因为出现2起武汉肺炎确诊案例，停课到27。即马有风声讲，这间学校的学生防技师连坐公车司机拢无要载。对此，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再去指出，若查有这件代志，要处罚。任何公车司机是拒载的话，他其实是违反相关规定。如果我们查证属实的话，我们会予以相关的惩处。就算是学生，他也不见得是有传染病的人，而且每一个人搭车都是他的权益啦。黄珊珊认为，这届疫情是一场人性的考验，大家应该互相关怀，嘛爱有同理心。不过，居家检疫的人数继续咧增悬，嘛一直有人四个拍走。台北市府打算启用集中检疫所来阻挡。4月3号，我们会启用台北市的集中检疫所，也就是在台北市拍走很多居家检疫有困难的人，我们会安置在我们的集中检疫所。新北市是邀请大卖场相关等业者来面对面讨论，像是 KTV 如何避免伫室内一批超过100人的做法。市长侯友宜认为，若是业者有需要，市府有责任以公权力来介入。如果业者他某部分的需求需要我们政府的公权力介入，来帮助他们管控人潮，甚至把它做得更到位的指导，我们都愿意站出来来做指导。到3月27为止，新北市的居家检疫人数是13095个人，犹原是全台湾上济。侯友宜祭出重罚，呼吁居家检疫者忍耐14天，莫违反规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观众朋友，咱台湾现时有45000人伫厝检疫，其中所有袂少人无遵守在家检疫规定，桃园有民众伫检疫期间离开厝2摆，互卫生局罚70万。中华者嘛有按国外返来的民众违反规定，罚金分别31万甲20万。画面内底即个负责人行路行真紧，过无偌久就去互警方抓落来。桃园市一个细号的负责人，初一拄澳门返来台湾。自初日暗时12点开始到16暗时12点，必须居家检疫14天。毋过，说伫咧13至16 4天以内，连续2届出去外口找朋友，去卫生局总共处罚70万的罚金。应受居家检疫者，请务必遵守法令规定。那为了大众的健康与安全，请待在家中。目前疫情非常严峻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共体时间，配合防疫政策。伫咧中华有查甫人拄越南返来台湾，居家检疫的时阵煞关机失去联络，中华关卫生局以违反居家检疫隔离新制裁罚规定，甲伊处罚31万。啊，搁有一对拄荷兰返来台湾的翁仔某，翁婿出外讲生理，因某去市场买菜，卫生局经过调查，2个人拢处罚10万块，总共20万。啊，若是伫咧防疫期间，逐工拢爱送真济邮件、邮物书，是烦恼讲拄着当地居家检疫的民众，对方煞无主动通知，可能会变做防疫空旷的所在。挂号信件如果有接触到客人的印章，或者是不小心在送的时候，其实会碰到客人的手，那就是会做一个结束之后就会做一个清洁的动作，然后口罩就是基本上都是随时都是戴着的状况。这里是居家检疫的，那以后我们就是有信件有包裹，就给你送到你们家门口，然后电话跟你告知，那你就出来自己拿回去。那如果是说大厦或是一般的大厦的，那我们就由那个交给那个管理员代收。中华邮政表示，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无公布居家检疫者的名单，邮局嘛毋知影。啊，若是每一个外勤邮务同仁，逐工拢有发出啊，而且会提醒因爱甲设备消毒等等的工课做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因为现时疫病也压袂定，民众较无爱出外，若要用餐，都会伫网络叫食食送到厝。这送餐员为着要趁钱，会抢订单、拼速度，发生事故的风险嘛大大增加。台北市政府就伫昨开始实施外送备单管理条例，来保障送餐员的权益。伫咧防疫期间，外送的订单加真济。台北市开出第一枪，针对外送平台业者的自治管理条例，伫咧27正式实施，要求业者爱替外送人员投保上加200万的意外险，而且爱是全时段的，无论是红车也是包的，拢爱投保。不过台北市劳动局指出，像 Uber Eats 的商业登记伫咧新北市就管理袂到。资料的话是有一家 Uber Eats， 它公司登记是在新北市。那如果说他今天因为我们规避我们这一个自治条例，而把他公司登记在外县市，那短暂看起来是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管辖得到哦。那但是这个也促使过去的那一个县市可能就会带来一些压力。自治条例嘛规定，市府应该要按季公告外送人员交通事故的统计。伫法规实施进前，去年10月到今年2月发生伫台北市的案件 ，Uber Eats 外送员有213个人受伤，1个人死亡，Foodpanda 140个人受伤，户送甲药物外送嘛有难产的案件。台北市内发生意外上侪业者，颠倒无受到法律的规范。台北市劳动局呼吁附近的县市甲中央爱赶紧实施。台北及新北的这个市长双论坛的这个情况当中，因为我跟这个新北市的劳动局长也刚好坐在一起，那他们也有回应说要就是我们这个自治条例上路之后呢，他们可能也会随后就会来做。也若桃园市已经伫咧3月初预告外送平台业者管理自治条例草案，业者爱替外送人员投保意外伤害险，金额爱超过300万，条例已经送议会审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拄则有提醒观众朋友，咱台湾因为今仔日受锋面甲东北风影响，东北部因为遮风会落尽雨，现时气象局针对台湾14个县市发布大雨的特报，不过过道雨势都无发遐大。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天气预报。北部地区上低19度，上悬22度。中部地区上低21度，上悬28度；南部地区上低23度，上悬31度；东部这边上低20度，上悬28度；外岛地区上低12度，上悬25度。咱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。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，我是吴昕，咱再会。